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12月18日，經文約書亞記21章1至7節。利未族長嚟到示羅，照上帝嘅命令請求可居住嘅城邑同埋郊野。以色列各支派將自己產業嘅部分城邑同埋郊野提供俾佢哋居住。抽籤結果，亞倫子孫得咗13座城，其餘哥轄子孫得到10座城，革順子孫得到13座城，米拉利子孫得到12座城。昔日上帝揀選利未人，設立佢哋為以色列全體嘅代表，並宣告佢哋係屬於自己嘅。今日我哋基督徒如同利未人一樣，係被上帝所揀選嘅。上帝亦將侍奉佢嘅我哋算為自己嘅產業，並愛住我哋。而上帝自己則成為咗我哋基督徒最美好嘅產業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們必屬我，是我寶貴的產業。我必憐憫他們，如同人憐憫那服侍他的兒子。那時，你們必再一次看出義人和惡人，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有何差別？馬拉基書3章17至18節。阿們。